综合报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准备要伫台北时间今仔暗时10点，伫美国华府正式签署。也毋过外界质疑讲，即届双方无讨论到关税调降等条件。也毋过国发会甲学者专家是认为讲，因为咱毋是联合国的会员，甲美国签署倡议协定哦，对咱未来甲其他国家来签贸易协定，佮有咱的经济发展哦，拢会有帮助。总统还没商议要不要送蔡英当审查。听到台美倡议议题，总统蔡英文无加做回应。中国国台办顶个月底举行记者会，认为台美所签署的21世纪贸易倡议是无平等协议，即个协议是美国伫骗台湾，认为是民进党出卖台湾。要参与这样的一些谈判或新的一些秩序的谈判是重要的哈，不在于就是说我刚才特别提到，不在于说真正的关税的降低是几码几码。而是在于，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表达，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设计是不是我们能够承担，或者是说需不需要一个缓冲期？如果你没有，先去谈这个东西，而是你被决定的话，你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那中国对台美倡议这个质疑，国发会主委景明鑫颠倒感觉有助台湾以后甲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因为台湾无联合国的成员身份。根据了解，这届台美倡议注入伫个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贪腐、良好法规甲服务业的国内规章这5项议题谈判。虽然台美倡议主要是以法规为主，针对关税调降并无任何进展，不过国内专家认为也是有正面的帮助。贸易便捷化呢，会有助于我们输出到美国的一个商品快速的通关那这对降低这个交易成本呢，会有很显著的帮助。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要伫台北时间6月初1暗时10点，伫美国华府正式签署。除了有助中小企业贸易往来，国发会嘛预估明年经济景气会比今年较好，经济成长率可望会阁提升。记者综合报道。